第一點，亦係最重要一點，好理由驅逐法豁免聲明。根據法例，如果業主在紐約州擁有少於10個出租單位 (10 units or less), 你係豁免 exempt， 即係話你依然可以喺租約期滿時選擇唔續約，加租幅度亦唔受那個 8.82% 上限限制。但係這裏有個超級大陷阱，法律規定你必須主動通知租客，在每一份新租約或者續約入面，你一定要加入一張叫 Good Cause Eviction Law Notice RPL 231C 表格。大家聽住啦，填這張表有2個關鍵動作。第一步，揾出 exemption 豁免，這一欄請大家留意表格上面揾到 exemption 豁免這一欄，這裏會問你個單位係咪豁免，你一定要剔 yes。 接着在這一欄下面剔選寫住 small landlord 小業主那個格仔。第二步，列出所有物業，最重要，剔完格仔仲未夠，法例要求你證明你真係小業主，所以你必須喺表格上面或者另外加張紙列出你名下喺紐約州所有其他出租物業地址。如果你層樓係用 LLC 公司持有，你仲要寫埋背後每一個真人 natural person 名字。記住，如果你只係剔咗格仔，但無寫地址同人名，法庭有權判張紙無效。到時遇到租霸你就趕唔走㗎啦。所以記得做足全套。第二點，講下錢。如果你有考慮租俾 Section 8第8段嘅租客，或者你現有租客係用 voucher 嘅，2026年係有好消息。紐約市房屋局 NICA 今年調高咗支付標準 Payment Standards。根據最新數據，由2026年1月1日起，一房單位嘅補貼上限已經升到約2762元美金，二房單位更加升到去3058元。如果你個單位喺布魯克林某些優質地段，個價甚至可以更高。這意味着什麼？如果你而家收緊嘅租金仲係幾年前嘅舊價，譬如二房仲收緊2500元，你今年續約嗰陣絕對有空間去調整。記得去查下你那個 zip code 嘅最新標準，唔好收平咗。最後第三點，係特別講俾準備退休嘅業主聽，大家辛苦供層樓，除咗收租，都要為自己將來打算。你知唔知，雖然大家有樓收租，但只要收入符合資格，依然可以申請紐約市嘅長者可負擔房屋 Senior Affordable Housing。 現在 NYC Housing Connect 有好多新樓盤，專門俾55歲或62歲以上嘅長者抽籤。呢啲新樓有電梯，有冷氣，環境好過好多舊屋，而且租金通常只係你收入嘅 30%。 聰明嘅玩法係點？你將你自己間布魯克林舊屋租出去，收一份市價租金，例如3000元，然後你自己搬去住長者屋，租金可能只係1000元。一來一回，你每個月多咗2000元現金流，又有新屋住，又唔使行樓梯。所以得閒記得去 Housing Connect 留意下有冇 Senior 樓盤抽。總結一下，2026年做業主最緊要識得保護自己。第一，租約記得夾附小業主豁免聲明，寫齊地址同人名。第二 ，Section 8租金記得 check 價。第三，為自己抽長者屋鋪路。最後，
如果你身邊都有朋友做業主，記得將這條片分享 share 俾佢哋，因為好多人都唔知要填這張表，隨時因為漏咗張紙而趕唔走租吧。如果你想知多啲收租貼士，記得訂閱我個頻道，幫手點個讚。我哋下條片見，拜拜。